各位同學，今日同大家介紹呢本書叫做《訓練大腦，讓自己更強大》，作者係蕭拿夏比洛博士。呢本書提供好多證實咗同埋有效嘅正念訓練練習，令到身體同埋大腦可以產生變化。當遇到一啲負面嘅情緒，可以識得點樣去處理同埋應付。全世界都十分之重視正念嘅訓練，有超過700間醫院、診所同埋醫療中心將佢哋照顧病人嘅方式呢係加入呢一種正念嘅訓練。另外，全世界500大嘅企業啦，哈佛、耶魯、史丹福，全球最著名嘅大學啦，好多中小學啦，都加入呢一種正念嘅訓練。咁因為呢種正念訓練呢，喺好多嘅研究呢都發現係可以改善到學生心理同埋情緒嘅健康，提高呢學生嘅創造力、專注力同埋測驗嘅分數嘅。甚至係呢一啲嘅訓練軍人嘅學校呢，佢哋會加入啲正念訓練呢，發覺係可以幫助軍人呢去喺極大壓力嘅環境之下呢，可以做到更明智嘅抉擇。咩叫做正念呢？咁喺我哋細個，我哋遇過好多唔同嘅經歷，可能有一啲經歷呢係令到我哋對某啲事情會特別抗拒、特別有扭曲嘅思維嘅。咁正念呢，就係幫助我哋更加睇清楚每一件事。例如有個人細個成日會俾人話佢肥，所以呢，佢逢親聽到肥，甚至係聽到豬呢，佢都會好大反應嘅。咁嗰個人呢，佢做好多正念嘅練習呢，就可以幫助佢每逢有人講肥，甚至係話佢肥呢，佢都唔會太大反應，可以好冷靜咁樣、明智咁樣呢去作出呢一個好聰明嘅一個回應。同學想做正念嘅練習，就可以喺呢本書度揾翻呢練習嘅部分。咁例如呢個練習呢，就係做正念嘅靜觀練習。咁佢會有講究竟要點樣做先可以做到個練習啦。例如呢，係要安靜咁樣坐啦，同埋挺直腰骨啦，同埋呢要眯埋眼。咁係做每個練習嘅時候要有一個意圖嘅，意圖就即係個目的啦。咁我哋就可以參考翻佢建議嘅意圖啦。咁例如你可以同自己講話，但願呢個練習呢對我有幫助。咁跟住之後就佢講點樣做個練習啦。咁佢呢度就有講呢，你就要去留意身體每一部分嘅肌肉啦。咁如果呢你留意到有啲肌肉係繃緊，你可以提佢可以再放鬆。另外留意自己嘅呼吸啦，留意空氣點樣吸入你嘅身體，點樣呼出你嘅身體。咁唔需要改變呼吸嘅方法，只係留意就可以噶啦。咁當你發覺自己個思緒飄走咗，你就可以再留意翻你呼吸。咁就幫助到你帶翻個思緒去到呢個練習嗰度。咁其實久而久之呢，咁樣就幫到你點樣去訓練你嘅專注啦。喺平時可能有時思緒飄走，你就可以用咁嘅方法啦，就去帶翻你去你做緊嗰樣事情嗰度。咁同埋呢，最後佢會講要持有咩態度去做個練習啦。咁呢，就大家如果跟個書去做呢，都未必係太理解嘅時候，基本上呢，喺 YouTube 呢有好多關於正念練習嘅影片嘅。咁你喺 YouTube 呢打個搜尋字啦。正念靜觀，甚至係正念練習呢，就可以揾到啲片咧去跟住做就可以噶啦。咁有同學呢係有興趣嘅話，可以去圖書館去借呢一本書。咁我今日分享到呢度，多謝大家。